首楞嚴經義開卷三，六破中間。世尊，我亦聞佛與文殊等諸法王子談實相時，世尊亦言：心不在內，亦不在外。引教聞也。如我思維，內無所見，外不相知，內無之故，在內不成，身心相知，在外非異。合教理也。不相知者，合云外；又相知，恐聞誤矣。今相知故，復內無見，當在中間。正立中也。解相知故，不在外塵；內無見故，不在內根。語言中間，中必不迷，非無所在。今語推中，中何為在？謂復在處，謂當在身。若心在中，中應無域，必有所在。何者為中？故舉身處，以定中為。如果有個心喺中間嘅話，咁中間應該冇異域嘅，必有個所在。以什麼為中呢？所以就舉身處，以定中為。在身在處，二無所取。意思話，在身同埋在處都係冇意義嘅。若在身者，在邊非中，在中同內。就好似呢三幅圖一樣。若語於身，立中位者，身有中邊。意思話，如果以身嚟立個中位，又有中間，又有邊，到底邊個先係呢？若居身中，與內何別？應合見內。如果以居身中嘅話，咁呢個居身中與內又有咩分別呢？若就身邊，邊則非中，自與相違過啦。如果係邊嘅話，既然係邊，就唔係中啦，所以有自與相違嘅過失。身中如前，執心在內。意思即係話，你舉嘅身中，其實同前面一樣，都係執心在內嘅。若在處者，謂有所表，謂無所表。無表同無表則無定。若無表示，心則無體；若有表示，中則無定。意思話，如果冇一個表示出嚟嘅話，心就係冇體啦；如果有個表示嘅話，咁中就係無定㗎啦。何以故？如人以表為中時，東看則西，南觀成北，表體既混，心應雜亂。若身外處，立中位者，必須若表。何處見中？若不可表，則不竟無。猶如兔角，若可表示，即成不定。東西南北，皆可度故。能表既亂，心應混雜，理應不染。如果身喺外處，立嘅中位就必須要表出嚟啦。何處為之中呢？如果唔可以表出嚟，即係冇啦。既然係冇，就好似兔角一樣。如果係可以表示，則成咗不定啦。譬如東西南北，你喺南嘅時候就看北一樣。皆可度故，既能夠表就係非常之亂，心就會混雜，理應不染。無表同歸無兔角，有表中位，四望不定。上邊呢度係三種係無表嘅，咁有表嘅話呢，能表就係亂嘅，所以前面總共係四望，即係四個唔同嘅方法都係不定嘅。我所說中非此二種，如世尊言：眼識為緣，生於眼識，眼有分別，色塵無知，色生其中，則為心在。
身處異種，非我立意。眼識為緣，生眼識者，豈非尊賢？今若根境，兩形之間，以立中位，心在此也。更能照境，故云分別。身處異種唔係我立嘅意思，眼識為緣，生眼識者，豈非尊賢？世尊唔係咁樣，我嘅意思係若根同埋境。古人用一個形字，形即係柱屋嘅柱，兩形之間即係呢條就叫中間啦。以立中位，心在此也，更能照境，所以就叫分別啦。與心若在根塵之中，此之心體為復兼異，為不兼異。以此為宗，為復兼大，根塵異法，為不異耶？兼與不兼，而無所取。意思話兼同埋不兼都係冇意義嘅。下邊解釋兼與不兼。若兼異者，物體雜亂，因心所兼，根塵相雜，塵亦分別，根亦無知。物即係塵啦，體即係根啦。物係境，亦有分別，有心去分別；體係根，亦都大心分別。物又有心，體又有心，所以變成世間不成安立啦。物非體之，成敵兩立，云何為宗？今若不雜，物自無知，體自照境，本成相敵。但有異相，宗云何存？阿難舊云：雖兼於義，物體不雜；物非體之者，物不知，體自知。上邊兩句意思都係話物不知，體自知。呢個係阿難尊者嘅觀點啦。若如此，佛破云：物是境，境既無知；體是根，有知，一知一不知，成敵，如牛角相對。而佛陀將阿難觀者嘅物不知體自知觀點破咗，點樣破呢？佢話物就係境啦，境係無知嘅，體係根，根係有知嘅，一個知，邊個知啊？體係根，呢個係有知，一不知，物係境係不知嘅喎。成敵，成敵如牛角相對，就好似比喻為牛角相對啦。而之中就話物無所知，體有所知，所以話物非體知，知與無知相形而立，故云成敵兩立。兼而不成，非知不知，即無體性，宗何為相？兼根，故名為非；知不兼境，故名非不知。而義既非，將何以表心之體性？體性不有，宗謂自無。不兼根嘅時候就叫非啦，知不兼境，所以就叫做非不知。呢個又係非，呢個又係非，所以叫義既非。將何表心之體性呢？體性都冇啦，宗謂又點會有呢？其二轉疏意思同疏係一樣嘅，非知者去根也。既然冇知就冇根啦，非不知者無境也。既然又冇知，非不知啦，前面再加個非就叫非不知。無境，連境都冇，根同埋境都冇埋啦。非有無也，既然都係冇啦，自無宗謂，點樣去立個宗謂呢？云何分宗？中間到底喺邊度啊？解嘅時候，離知不知之外，復以何相表心有體呢？一個知，一個係不知。心到底係點樣表出嚟呢？連佢嘅體性都冇啦，以何為宗呢？所以佛說：是故應知，當在中間，無有是處。